呀，一个免搁惊呀，个个都记得应要信仰，你讲是信徒，你属我俩，完全中了做伴你家事，你的所望。好，咱搁另外有一首。160。这条真实，总是这条毋是伫悲伤的情形写的，总是伊，互过来的人会当得到安慰。这条写的是愈的一个会友，然后迄个曲是因教会的牧师，因教会牧师给谱曲，他们这个牧师谱了很多的曲，哈，咱来一解。好，后壁我先讲后壁副歌求主恩典我心内是迄个牧师加落去的歌词。头前遮的拢真是这个他这个一个透早起来咧做家事的时，拢去临时感觉讲哦，有感觉自介同在写出来的歌词。好，咱唱第一节就好，咱就准备来三角做敬拜。这时，请大家安静心，将手机啊关到无声，准备开始今日礼拜。
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的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这时，咱用圣诗300首，阮真感谢你，至是恩爱，来阿罗上主，因全首，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咱同心仰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至神全能的上帝，当阮到你的圣殿来学罗你的名，来称赞你的名，万物拢是你所创造的，拢属于你，愿荣光归伫你。阮永远的上主啊，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到阮中间，互阮借着伊得到国外的盼望，嘛通过福音的显现，来得到活命甲永生的盼望。你有伫阮，你有互耶稣基督甲阮同活，国用伊的疼留伫阮的心中，学罗你名，学罗你的名。天父啊，当阮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的罪，阮常常离开你的道，亲像迷失的羊，因为阮的软弱有济济的过失。只有你知阮的罪，浪费你互阮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求你怜悯阮，恳求你，因为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洗清阮的灵魂，帮助阮在世时间来宣扬你的名，借着你的光来活，来行，每日来行你的道路。阮的主啊，当有风台找到这个岛屿，求你帮助看顾阮，嘛求你看顾咧风雨中的人，怜悯因，嘛帮助因，也求你
帮助阮，看顾阮，互阮平安经过丰富的日子。当阮将今日的礼拜摆伫你的面前，求你咧礼拜中照着牧师的分享，教示阮，启示阮。感谢耶稣，无罗上主，阮安尼祈祷，拢从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时咱做伙用主教示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做伙来启应，今日启应文57篇是出自约翰福音15章，我来启，请大家应。我是种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搁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着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出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就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伊人迄出去外口，互人捡规堆，迄落火烧。你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你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即时来听上帝的话。今日圣经是出自约翰福音15章第50到第80。我以现代语汉语本来读。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恁结连。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口，捡规堆，迄落火烧。你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甲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即时阁用和合本2002版来读。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
枯干了，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愿上帝将伊的话刻在咱的心中。今日要请社青来学罗，社青要学罗的歌，拥抱耶和华。不知
歌声会到主的面前。今日林牧师要用常在主里面来进度。弟兄姊平安。感谢主。谢请堂客透过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咱也要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搁一届恳求主圣神来开启咱的心，互咱真正听见主的话，就照安尼来切实去行。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你保守看顾阮众人到安尼，互你所赏赐阮伫遮徛起的台湾，阮安尼经历4年，无拄着风台来经过。但今仔日，阮伫即个主日拄着一个风台拄伫咧台湾的正平，主阮也恳求施恩的主保守看顾人民风台所经过的路径所拄着的遮个所在，拢得到主你亲自施落你的平安甲恩典，互阮虽然有惊，但是无险。特别恳求主圣神亲自用着你大能的圣手来闪振动风台的脚步，互风台所经过的路站无真侪侪的灾害，乃是要真侪祝福。特别赏赐台湾有够额的雨水，却无造成任何的灾害。主，阮搁一届将阮今仔日的礼拜也恭敬交托伫你，愿你圣神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保守看顾阮所有众兄弟出入，拢得到主你的恩典保守，也保守阮伫咧礼拜煞阮要靠去到伫台中的行程，拢得到主你的恩待看顾出入，拢得到主你的恩典满满。阮即时恳求主圣神安静阮逐人的心，互阮真正对你的话语内面，搁一届来看见阮家己的性命的光景，也来修正、来改变、来互主你的神来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咧咱安尼顶礼拜，咱有去讲起着咱甲基督同死同过活是一种信心的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担伫咧咱的身上有成就伊的工作，佮选择相信我已经甲基督同等是一家，我已经应罪是死，无搁再受罪的捆绑。咱伫咧基督内面是活的，是会通活出耶稣基督的性命，安尼迄款的性命出来。所以咱爱活出一个迄种无家己的迄款的性命，咱大生必须要选择的，就是爱咱去改变咱的迄个观念，做出一个信心的选择。但是咱要问的就是讲，安尼迄个选择我已经的迄款安尼的信心，敢真正是遐尔简单？迄个主动咱选择我已经的迄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咱迄个原底本底具体的迄款安尼的观念。有侪人会感觉讲，甲基督同等是一家，哪有可能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咱毋是应该将咱毋是应该定死咱的迄个老我吗？敢讲咱毋免做啥物款的努力也算做讲甲基督同等是一家吗？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时常咱会去问一个问题。但是保罗伊所讲起的，伊讲安怎？伊讲我已经甲基督同等是一家的同时，伊伫遐安尼不断伫遐来强调，咱得到称义，并毋是因为咱迄个行律法，乃是因为咱因信称义，因为咱信耶稣基督，
是咱的主，直到咱来得到称义。所以信心是咱恢复甲上帝关系的一个起步，一个起头，也是咱转去到上帝的心意无家己的一个开始。所以老我毋是安尼讲是由咱家己本身来甲伊定死的。耶稣伫咧十字架顶已经替咱将老我，也就是咱个原底咱家己的家己，已经当顶伫咧十字架顶。咱无需要搁一摆来定死咱的老我，咱只需要去选择相信咱的老我，但已经甲基督同顶伫咧十字架顶。所以画出一个无家己的迄款的个开端，个开始就是个信心的选择。认知到，并毋是我靠咱家己任何的迄个行为，咱的咱讲迄个，若用迄个其他遮的宗教来讲叫做做功德，用咱的迄个任何的一寡努力，想讲咱会用加做一寡。事实上，这拢毋是我靠着咱家己就有法度来成的，乃是只要接受耶稣已经成就的迄个恩典。迄个我已经是一个信心的选择，选择讲我已经安尼甲基督同顶十字架，迄个信心并毋是困难的。伊是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的过程，迄个观念的迄个改变需要时间。现在咱知影，咱甲基督同顶伫咧十字架，毋是靠着咱家己的迄个努力，乃是咱选择相信我已经甲基督同顶伫咧十字架。所以迄个咱已经得到即个安尼讲，即个资讯即个资讯，迄个圣神的光大安尼照伫咧咱的顶面，互即个资讯互咱真做来，互咱来得到启示，搁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相信，搁来顺服，然后咱就爱去做一件代志，就是实践。伫咱的生活中，咱选择相信。我已经伫咧实践的中间，有可能会搁一摆来伫遐来犯错但是咱无因为安尼来伫遐来安尼灰心。我讲一个上简单的例就好。昨下早，咱规个宜兰的地区，咱的基督徒的遮个教会联导会，咱伫咧即个精英酒店，而且安尼举办一个早餐的祈祷会。牧师伫咧迄个中间咱的诗班，甲着即个咱的南洋区的妇女合唱团，有一个联合的诗班伫遐咧献诗。伫咧迄个过程内面，迄个即个音控的人伫遐采麦克风，采的角度非常的歹。牧师过去因为做专业音响，所以我迄个老毛病就犯了。我真正就伫迄个中间来指责迄个音控的人，哪会遮尔无专业？当我迄句话讲了，我就后悔啊！伊圣神伫咧我的内面，伫遐甲我骂。我敢毋是讲我应该爱谦卑？我敢毋是我应该爱诚做信徒的模范？但是伫咧迄过程，迄个老我煞走出来。所以咱无可能定死咱的迄个老我，咱唯一只有干那选择相信。所以伫咧迄个过程内面，
包括后来转来，我心内拢真愧疚。但是伫咧照着咱今仔日所讲的，咱并无因为安尼来致到咱跋倒，乃是咱伫咧每一届咱伫遐来发现，咱无有选择我已经我已经甲基督同等是一个迄款安尼信心的时阵，咱无惊，咱只要伫遐悔改，搁一届来安尼徛起来，就较亲像牧师伫咧过去咱捌伫遐甲咱分享，就是跌倒了爱站起来，毋是跌倒了就躺在那里躺平。咱是伫咧迄个中间伫遐。跋倒，咱搁一届伫遐圣神来甲咱光照、甲咱启发、启示，迄个资讯搁一届来提醒咱，你又搁讲毋对话啊！你又搁安怎？咱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启示，咱伫遐来伫遐欢喜顺服圣神对咱的迄个谴责，叫搁过来咧，咱伫遐来欢喜伫主的面前来求主怜悯赦罪。实践咱对主的迄款，伊对咱所启示，伊对咱所教，咱伫迄中间就来活出来。咱毋是伫迄中间伫遐讲，我哪有？咱真侪时阵，真侪基督徒，当咱做毋着代志，咱伫遐安尼做无互上帝欢喜的事的时阵，当圣神伫咱的心内伫遐来谴责的时阵。甚至照着侪兄弟姊妹来对咱讲起的时阵，咱是毋是伫遐选择伫遐来反驳？是咱伫遐选择欢喜伫遐谦卑讲拢是我的毋对。当咱安尼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发现，咱无伫遐来惊吓，咱伫遐只要咱悔改，咱就要搁一届来得着徛起。咱不断伫迄个中间来操练，我已经迄款安尼的信心，就渐渐要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咱袂因为安尼，咱对迄个罪产生了迄种咱讲迄个，咱应该是爱对罪有产生迄款的敏感，毋是对迄个罪那亲像安尼无要无紧。但是迄个罪。伫咧即个所在讲的是，咱爱对咱家己，咱毋是敏感着别人的罪。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真侪时阵，咱会看见真侪基督徒，咱拢较敏感别人的罪，咱无咧敏感着咱家己的。所以咱看到别人的是足紧的，一下就看到，迄雷达搜寻足紧的。但是咱家己的时阵，咱拢足钝的。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安尼，迄个选择，迄个我已经。但安尼但是咱要安怎来去安尼了解讲，咱到底是选择迄个我的我未是已经选择我已经。咱要怎样知影咱有安尼迄款安尼的信心？是我未是我已经的迄个信心，是对咱的迄个，咱伫咧咱的生活内面的迄款安尼的反应，就会通看出咱的信心的迄个大细，甲咱的迄个程度。伫咧面对罪的迄个诱惑的时阵，咱是毋是做出迄个我，迄个咱用想想，咱时常咱是毋是会伫遐做出一个讲？我不要，我无爱的迄款安尼的反应。若是面对罪的诱惑时阵，咱伫遐来挣扎，搁我靠着咱家己的努力，咱想要来赢过即个罪，赢过即个罪恶，安尼这就会是迄个我不要安尼迄款安尼的反应，迄个我无爱迄款安尼的反应，世界对咱继续抑阁有影响，咱的信心就。犹原阁是停留伫咧我会，甲着我袂的迄款安尼的信心安尼尔，也就是讲着迄个咱迄个原底迄个家己犹原抑阁是存在，所以需要挣扎，搁伫迄个中间来努力，伫迄个中间要我靠咱家己要来赢过。
其实面对罪的迄个诱惑毋是去伫迄中间来拒绝，乃是咱应该转一个向，来按着耶稣已经为着咱成就的迄个救恩，伫遐来选择讲，我已经怎样安尼迄款的信心，因为主已经为着我钉伫咧十字架顶。如果若是安尼，世界就袂因为咱的迄款安尼迄个软弱的信心伫遐来影响咱，因为咱迄个家己，已经甲基督同钉伫咧十字架顶。这也就是伫咧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内底讲起的。咱只有要看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通过这个十字架，对我来讲，世界已经钉死伫咧十字架顶；对世界来讲，我嘛已经钉死。所以赢过这个世界，并毋是困难的，只要照着咱对耶稣迄款安尼的信心，咱只要选择伫迄个中间迄个选择我已经接受耶稣伫咧十字架顶已经为咱所成就的就会通赢过这个世界，来赢过撒旦的权势。照着这个信心，咱的信心的迄款咱的选择，带来迄个咱迄个讲会通讲迄个地位顶面的迄个改变，互咱伫咧上帝的面前会通伫遐来得到称义，进入伫咧上帝的国度的内面。这是哥罗西书内面所讲起着。伫遐另外伫咧罗马书内面嘛有去讲起着，伊伫遐讲即个福音所启示上帝的义，即个义对头到落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伫咧华语的圣经讲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同款要持守伫咧上帝面前来称义，得到过着一个安尼得胜的生活，也是照着信心的选择。当咱伫迄个中间来选择相信，我已经甲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伫我内面的活。耶稣一切的迄个丰盛，就会点伫咱的内面，互咱会通安尼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赢过即个世界的迄个关键，毋是在伫咱。乃是在伫咧咱相信耶稣已经伫咧十字架顶所做成的，咱伫遐选择我已经甲基督同钉伫咧十字架。所以伫遐咱来看见的就是安尼，当咱选择我已经的迄个结果到底是啥物货？那咱选择我已经甲基督同钉伫咧十字架，安尼咱现在的生活的方式，咱自然就会开始来改变。现在我哋迄个应该有的标准，就是迄个叫做无搁再是我，迄个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点伫我的内面，也就是迄个无家己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生活的方式。迄个无家己是对选择相信我已经来做开始，迄个也就是迄个一开始迄个观念的迄款安尼的改变，来认捌着迄个无家己，毋是靠着咱家己本身，乃是相信佮接受耶稣基督的迄个恩典。安尼，咱的迄个感觉，咱的态度。咱就会开始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得到改变，咱会开始来发现，迄个无家己并毋是困难的，咱也会伫迄个中间来认清认捌，迄个迈向迄个无家己是耶稣为咱所定的一个目标。佮即条路毋是恶行的，咱。就袂伫迄中间，伫遐来安尼真轻易真安尼真凊彩就来甲伊放弃。每一届当咱选择相信我已经的时阵，现在我伫
着律法，伫遐讲起讲照着律法，但我已经死伫咧律法下，是要互我上帝来活。但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是罪是死的。所以咱无搁再我靠家己要来伫遐来照着律法来伫遐来称义，乃是要咱伫遐来我靠着耶稣基督，凭着信心伫迄中间来称义。律法互咱安尼陷落伫咧迄个罪伫遐中间伫遐来挣扎，安尼挣扎的迄款安尼生活的内面。但是耶稣他已经替咱死了，互咱即个。咱遮个相信伊的人，他已经安尼甲罪断绝关系，咱是甲基督结合，互咱安尼遮个相信的人会通为主来活，咱为主来来活迄款的性命是迄个安尼丰盛搁得胜的。安尼时阵，咱就会安尼有两款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咱会得到基督，咱会找到迄个真正的我，咱伫迄中间会来超找到咱家己的迄个真实的咱家己的自己。第二个，咱会活出基督，咱甚至也会有法度来伫遐来见证基督。伫咧透过着得到基督来找到真我即个所在，伊遐搁一摆来讲起着迄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咧活，代表着当咱迄个无家己，但基督是我的一切，我甲我的一切，但已经甲着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顶。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活伫我的内面。迄个基督所有一切丰盛，但拢活伫咧我的内面。但基督伊的迄个永恒成做咱的迄个永恒。基督的智慧，但要成做咱的智慧；基督伊的能力，但要成做咱的能力。咱会通安尼来对咱的迄个有限伫遐讲，但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顶。咱会通对咱的迄个软弱，甲着咱的欠过伫遐来讲，但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顶。咱无搁再活伫咧迄个咱家己的迄个限制，迄个有限的内面，乃是要来伫遐来经历着耶稣伫咱即个相信的人的身上所要显出的迄款安尼的能力。这是一个何等安尼，互人得到安尼欢喜，安尼真有愿望的一个代志。所以咱耶稣伊要伫咧咱的迄个身上，要来伫遐来彰显着伊的大能，但因为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踮伫咱的内面，所以特别咱伫咧迄个咱的迄个生命改变的迄个大能力，迄个要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耶稣的生命要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兑现。但是迄个关键。就是在伫咧，当咱是毋是愿意来做出迄个信心的选择？咱若相信，就要得到，因为耶稣伊安尼对咱讲，伊讲哪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咱若相信选择迄个相信，当迄个选择相信我已经。咱就要得到，无搁再是我的迄款咱的生命，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踮伫我内面，迄是代表着咱活的，无搁毋是搁安尼伫遐来满足咱家己，乃是要互主伊的心来得到满足，来伫遐面对着试探，甲着有限的时阵，若选择我已经就是明白。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的我已经无搁再是我无搁再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事，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甲着每一个决定，但无搁再是为着咱家己，乃是要为着基督爱咱所做的代志。撒旦伊就无机会。
互咱来伫遐来犯罪，因为咱伫遐来选择，我已经甲基督迄个。当咱伫遐选择的时阵，即个时阵，咱规个人已经是互迄个主耶稣来规个来充满，咱的心无搁再用着咱家己的想法，乃是咱要体贴主的心。安尼的时阵，主的心就要来得到迄个满足。咱迄个真正的满足，就在伫咧主的心得到满足，是因为伫咧主的内面，才有找到迄个。真正的自由，找到迄个永恒的迄个价值，真正的迄个享受迄个自由的迄个生命，有满满的平安喜乐，甲着迄个自由。咱想想讲，尤其是咱伫咧咱即马即个农历7月，咱偌济遮的咱民间宗教的朋友，因虽然伫遐安尼坐伫遐来拜拜，伫遐安尼坐安尼烧香拜佛，但是因的心犹原继续是充满了坐的惊吓。但是咱的主，伊所享受互咱的生命，却是一个充满了平安、喜乐、甲自由安尼迄款的生命。所以咱着用想象迄个。世上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满足拢是短暂的，是空虚的。照着传道书伫遐来讲起着，伊遐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人一切劳苦打拼，就是伫日光下面的劳碌有啥物利益？因为就连所罗门王所得到。即个世上，伊一切财富甲享受，伊离开了上帝，伊犹原是空虚一场。伊伫咧少年的时阵，伊伫遐倚靠上帝，但是到年老的时阵，伊只有倚靠伊家己的智慧。伫迄中间，落尾手伊家己舍弃着，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所以。离开了上帝，犹原拢总是空虚。只有互上帝，咱的主，伊的心满足，咱才会感觉到咱的生命安尼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才是咱被造的迄个目的。第二项，咱所要得到的，就是迄个活出基督，见证基督。迄个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活。迄个。透过着生命改变来安尼，互咱搁较亲像耶稣。透过耶稣伊的迄个大能的迄个作为，人即个时阵就会对咱的心上要来看见耶稣。这正是咱伫咧传福音的时阵一个上有效、上有效的迄个见证。无需要伫遐来安尼勉励咱众人，咱期待真正期待咱每一个咱信主的兄弟，咱真正会通来安尼来见证，来伫迄个众人，特别是对伫迄个无信的人的面前，咱有法度伫遐来看到讲，你看到我，就若亲像看到基督。咱敢有安尼迄款安尼的信心？但是当咱选择我已经的时阵，咱已经甲基督同顶伫十字架，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阵，迄个咱所活出来，就要活出基督，要来见证耶稣。透过着咱迄款咱的生命的改变，咱要安尼哪来哪亲像耶稣。咱透过人要看见咱迄个当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安尼被举起的时阵，咱就要安尼所活出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应伫伊。伫约翰福音第12章遐讲讲我对地上受举起的时阵，会吸引万人归我。咱是毋是有伫咧迄个中间来活出迄个耶稣基督的香味，互人看见咱的生命真正是遐尔值得欣赏。伊伫迄中间，人欢喜来伫遐来就近咱，
伫遐来领受主的福音。咱毋是吸引人来到伫咱的面前，是咱活出基督的香味，互人看见咱的性命活出迄个基督的迄款安尼的样相，让人看见了，人来跟对，吸引人来归向伫咱的主上帝。耶稣基督伊就天的时阵，当时的人对伫彼得、约翰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因的性命内面，因看见着耶稣，甲着耶稣伊的迄个大能力，伫咧因的性命内面，伫遐来兑现。伫遐就用相信，咱用想象，咱用想象讲，迄个彼得安尼一遍的讲道，就3000个人归主。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当彼得、迄个约翰伫咧面对着，不管是迄个公会对因的迄个恐吓等等遮的，因伫迄个中间看见遮的人是跟对耶稣的。共款，当现今咱即个时代，咱是毋是依然有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受到举起？选择迄个我已经将迄个我已经的迄个信心来化作咱的行动。咱当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因为伫咧约翰福音第15章内面，伫遐讲起着，咱同齐来念好无？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会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你兄弟，只有信心无顺服的行动，人就无法度看见耶稣。因为耶稣只活伫咱的内面，信心若咱安尼加上迄个顺服，咱就要活伫咧耶稣的话内面，就是活伫咧耶稣的内面，人就要看见咱的生命内面中间看见迄个生命的光。伊就亲像马太福音第5章内面，伊伫遐讲起着讲，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迄个光一个来，黑暗就要离开。咱时常来将咱家己的迄个焦点来放伫咧迄个黑暗，想要甲即个黑暗来甲伊刷开。咱伫遐安尼无闲甲安尼，咱讲精疲力尽，咱会发现是徒劳无功的，因为黑暗无法度来刷叮当。要如何来将即个黑暗来甲刷开？毋是去对付迄个黑暗，只要咱发光，黑暗就要离开咱。特别是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时刻，迄个充满侪黑暗的即个时代，咱若期待咱的教会要得到复兴，咱期待主的国度要得到大复兴。咱所需要做的代志，就是咱家己需要来发光，互迄个黑暗离开咱。迄个毋是咱会通做啥物货，是基督照着咱。因为当咱已经选择，已经甲基督同等伫咧十字架，当现在活地无搁再是我，乃是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时阵，当即个时阵，咱所发出来，毋是咱家己的光。是基督踮伫咱内面在发光，所以当基督的光伫咧咱内面发出光的时阵，迄个黑暗打就离开。对观念的改变开始，咱伫遐来选择我已经选择迄个改变的迄个习惯，互耶稣伊的生命活伫咱的生命内面，侪人就要来受到吸引，因为咱来去认捌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搁一摆好好来去亲想，但咱是毋是选择迄个我已经是咱犹原搁伫遐咧选择我要我会，
咱搁一摆好好来去来去默想，为什么会主动咱选择我已经的迄个主要因素是啥物货？是咱的固有的观念。安尼，咱要怎样来去赢过即个阻碍？第二，咱要怎样来了解咱到底是活伫迄我会我袂，还是我已经会迄款安尼的迄个信心的生活？咱敢有时常伫遐来警醒着咱家己的信心是建立伫咧我已经的迄款安尼的态度内面吗？第三，咱要怎样来继续安讲持之以恒，对做迄个对的迄个选择，当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十字架。求主帮助咱，互咱透过咱安尼欢喜，安尼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迄个模范，咱伫遐来选择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咱就要活出基督的迄个香味，甲着伊的迄个国外的生命伫咱的内面。咱的就要活出侪安尼，互人安尼感觉讲真不可思议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生命。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救赎阮的主啊！但求主怜悯阮，也来光照阮、启示阮，恳求天父透过圣神不断的光照，互阮真正会通伫阮的内心内面。愿欢喜来选择顺服，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范，就是弃权，互主天父踮伫阮的内面来掌权，互阮欢喜来选择。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顶，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乃是主你踮伫阮的内面的我。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引带阮。当阮若伫遐安尼，有时阮搁恢复迄个旧的老我的时阵，圣神不断来帮助、提醒、启示阮，互阮会晓伫欢喜来顺服，来得到来欢喜改变，来修正阮的生命，互阮会通不断活出主爱阮活出迄款安尼基督的香味甲生命。求主怜悯阮，帮助阮，保守阮众人会通过来的日子，真正活出主你爱阮活出迄款安尼新的生命。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免。这时，咱以圣诗160首诗刻，我需要主来回应上帝的话。因专首，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以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起立，请起立。请起立，是的。我我信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才子女玛利亚出世，被本丢比亚多人难受苦，并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上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要来感恩奉献，请曾子祥甲吴承安执事来施献。请坐。这时，咱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出自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先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一解，请。恁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么，就甲恁实现。这是国用和合本来读一解。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约翰福音15章7节。这是来迎新报，唔知今日有新来无？还是？哦，欢迎。
谢谢。过来报告。报告头一项是8月27，小会有决议吼，接纳有7项牧师就因庆贺的案因为有些案是咱遮社青出去的伊即马去台中盘顶教会就任主任牧师，下晡教会有一台车要去甲祝贺吼。第二项即礼拜是学童的礼拜，因为学童了。就会去有的兄弟会去盘顶吼，所以小11点车会出发。今日有爱餐，今日爱餐是饭卷吼。因为顶礼拜阮有发现一项代志吼，就是教会有饭卷来，有的人就摕一挂成线甲摕厝的来，厝内面的人嘛做伙摕啦。迄无要紧啦吼，毋过先互教会内的兄弟拢有摕着，剩的你会当摕吼，请注意吼，是有剩的你才摕吼，毋通你摕尾仔慢去摕兄弟拢无通食嘛吼。嘛请要去就礼拜来有卫生嘛请大家带倒因为风台礼拜要来求上主来互即个行程来去会平安。过落去几项吼，我都无详细甲大家读吼，因为即礼拜早起主日有一个升级礼拜，因为开小学升所有学生拢升一级主日学嘛有啦吼。第4项是因为牧师中会有安排年度的体检，这嘛是劳基法的要求啦。所以牧师因规个中会拢甲牧师排去彰基咧体检吼，所以牧师今日去台中，就明仔载咧彰化体检吼。第5项是请有囡仔的家庭爱注意吼，因为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要咧10个初一社教礼拜迄天来颁发，请大家会当来提出申请单来互迄个奖学金委员会来审核。奖学金委员会是咧9月24会开会来决定奖学金的迄个得奖人吼。第6项是因为新的一季要开始所以请大家团契来安排新的一季的活动。嘛请所有的团契开始思想明年度有啥物目标小会嘛会开始规划后年度的活动甲教会的目标具体消息我就无啥搁读请大家过目来看一下就会使中间有区会要开会，搁有一寡训练有兴趣当去办公室报名要参加活动的嘛会当甲办公室来做伙报名即时请大家安静心来做伙来做公道。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要赞美你。看到台风的力量，我们知道你的能力，我们知道你的力量。主啊，真是求你看顾台湾这块土地。我们4年没有有台风登陆，这一次台风会从南部登陆，求你看顾这个岛屿，看顾所有在风雨中的人。借着你的看顾，让他们得到平安，也借着这个风雨，让我们得到足够的水，但是有最少的伤害。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看顾我们居住的这块岛屿，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在风雨中因着你而能够平安度过。主啊，今天9月了，学生们开始开学了。主啊，真是求你看顾所有的孩子们，让他们回到学校，能够因为暑假的事工，让他们能够成长，让他们能够努力向上，
能够在学校、在同学间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也把今天下午去盘顶教会的行程都摆在你面前，求你的同在，求你看顾我们来去的平安，也求你看顾吴启涵牧师在盘顶教会的牧会，让他所受到的训练能够在盘顶的教会的牧区里面得以光明，得以荣耀你的名，能够有更多的人来进入教会，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件事情摆在你面前，求你的看顾，求你的带领。主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目前仍然在受到病痛的这个折磨。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医治的主，你是看顾人的主。主啊，真是求你看顾每一位，不管在身心灵上有这个病痛的，都求你的带领，求你与他们同在，也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知道，只有面向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得到从神来的那一份爱，从神来的那一份医治。主啊，我们真是把他们都摆在你面前，求你的看顾，求你的带领。主啊，我们也把下面一个礼拜教会的事工都摆在你面前，求你的看顾，求你的带领。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来唱祝福的诗歌，圣诗394首。这时礼拜就要煞，因此了，请牧师来教导，请起立。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主你搁一摆帮助阮，互阮会晓活出迄个我已经甲基督同定伫咧十字架迄款安尼的生命，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时常用着主你的心意，你用着主的想法来做逐项事，互阮伫咧每一项会看。听、讲、想、行，拢会头照主的旨意来行。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实。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最后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闭会。
请咱迄落有要去台中关顶教会的兄弟，要坐游览车的兄弟，等下毋免摕饭券吼。迄个干事有将咱的饭券拢已经送上车，所以若有要去参加的兄弟，毋免摕饭券。